今日就要过这儿童节啊！这台南市的口碑实验国小呢，用唱歌表演的方式来庆祝，和全校的这囡仔轮流上台唱台语歌。学校表示讲，希望透过这唱母语歌曲，和囡仔更较在胆，敢开嘴讲母语。 囡仔轮流上台唱歌，有人唱流行歌真有班，哪唱哪跳真活泼，嘛有人组团合唱在地的歌。学校风雨球场正做大型舞台，来办这场户外演唱会。囡仔上台哪像歌星同款，大家听众是听甲真痴迷。延续机会母语日，台南市口碑实验国小办唱台语歌庆儿童节活动，互囡仔一个舞台通表现，感受用台语唱歌的趣味。台语是台湾本来的母语，所以一定爱唱台语的歌。我今仔唱最后一个，搁有爱着才知影听这两首歌，互大家听。我感觉台语是足好的语言，我介意听，我介意唱台语的歌，互大家听。我一开始有一点仔惊，但是。 后壁就袂啊。校方讲，学习母语唔单单是伫课内尔，日常生活嘛通浸水式来学习，效果会更加好。这回比赛因开放全校自由报名，个人甲团队组加起来拢总20队，大家囡仔先拼先。比赛嘛有评审老师以囡仔发音声情来互因建议甲鼓励。 台语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，若是讲话，也是讲，像因今日安尼唱歌，还佫会炸即个动作，安尼就是规个就是拢足自然的啦。阮学校吼，其实推动母语吼是延续性的吼，嘛希望讲即个母语呢，就是伫即个日常生活内底咧学习，会当吼来练习，会当来表演，吼互因有一个表现的空间。口碑实验国小表示，学校未来会继续透过教学课程甲生活化来上母语教育。这回囡仔唱一首歌，团结群情，嘛唱出语言文化的底蕴，互讲母语成做咱后一代的囡仔心中真实行的语言文化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